大家好，今條影片繼續介紹觀塘最近新開嘅食店，又睇睇食咗啲乜嘢。第一站嚟到觀塘開源道，去到呢度開源道47號，地下有個牌寫住有兩餸飯賣，跟住上去1樓就會見到呢間新開嘅食店。地方唔算大，佢哋主要係賣兩餸飯，新開張人有特價，仲有8蚊嘅雞髀飯，叫咗啲食物試試。食飯送例湯，味道清甜。呢碟兩餸飯25蚊，要鱔就要加5蚊，即係收30蚊。豉汁蒸鱔有4塊。醬汁調味蒜香，魚肉軟腍。呢個係西蘭花炒蝦仁，只係得2隻細蝦仁。蝦仁都爽，西蘭花係正常。白飯就普普通通。另外呢碟兩餸飯25蚊，有半條豉汁蒸倉魚。魚肉可以嘅，唔會。呢隻滷水雞髀夠大隻，夠鹹香味，肉真係夠腍。白飯嘅質感係普通。呢碟就係8蚊雞髀飯，呢條片出街呢幾日仲有得食。呢碟另外一碟嘅25蚊兩餸飯，椒鹽蝦同埋咕嚕肉都好普通。總結呢間新開嘅兩餸飯店，價錢係夠晒平啦，但係味道呢真係一般嘅普通。留意返佢哋假期休息。下一站嚟到觀塘鴻圖道4號碼嗰邊，嚟到呢度鴻圖道1號，行入去大廈地下，就會見到呢間新開嘅台式餐廳。地址就喺牛頭角港鐵站對面，佢哋假期係休息嘅。餐廳地方算大，座位夠多。呢度係用2維碼自己手機落單。點咗一啲食物試試，可以喺手機直接電子付款，或者到收銀處俾錢先都可以。呢度點飯套餐就可以喺嗰個自助區攞飲品同埋食品。有凍茶，呢個咖啡機，有汽水機，呢度有新鮮菜沙律，呢度就係沙律菜配料。正餐嘅食物就等叫號碼，要自己去櫃台攞。新鮮菜沙律夠爽，加啲胡麻醬食好味。呢杯係花壇脆屋茶，少少茶香，唔甜嘅。呢個係香酥脆雞便當，72蚊。食飯餐又送一杯飲品。鹽酥雞賣相靚，有3大件雞，夠厚身，外皮香脆，裡面嘅雞肉香滑，有肉汁。配菜有炒蛋、炒粉絲同埋炒椰菜，全部味道都幾好。圓形米飯夠軟熟，加咗啲醬汁夠香。如果唔夠味，台面有麻辣、鹽酥、海苔3款味粉俾你調味。呢碗係秘製加熱雞肉冬飯，58蚊。雞肉夠軟腍，調味醬汁夠香。有小棠菜做伴菜，原米飯一樣軟熟。呢個係葱燒豬頸肉便當，68蚊。啲飯賣相靚，豬頸肉肉質爽滑，醬料味香，又係有炒蛋、粉絲、椰菜，飯又係一樣嘅。
呢碗係台南蝦卷滷肉當飯，58蚊。聞到味道好香，蝦卷外皮少少脆，輕輕鹹香味，肉質爽彈，味道夠香。滷肉半肥瘦，又腍又滑，味道少少香甜。小棠菜同埋白飯又係一樣。唔食飯嘅都有麵食，呢碗台灣鮮肉貢丸湯麵64蚊，食麵都係送一杯飲品，碗麵都算大碗，有5大粒香菇貢丸，肉質爽彈夠香味。呢款叫仙關廟扁麵，夠爽滑。有小棠菜拌菜，牛肉湯夠香，但係多油咗啲，唔夠味，加啲喺自助區攞嘅鹹菜，好味一啲。到飲品呢杯係花壇蜂蜜脆肉，可以自己揀甜度、冰涼、輕輕茶香味。呢杯係阿里山蜜香烏龍，又係少少茶香，熱飲都可以。總結今次喺呢間新開嘅台式餐廳，所食嘅食物質素同味道都幾好，價錢合理。跟住幫襯喺台式餐廳旁邊呢間新開嘅食店，地方好大，好似食堂。睇睇餐牌，2點後嚟食下午茶會平一啲，平10蚊到20蚊。呢度可以自己用2維碼手機落單，有一項堂食減3蚊，記住要揀，埋單平3蚊。點咗啲食物試試，呢碟海鮮炒飯48蚊，食飯送熱飲，炒飯都粒粒分明，味道係偏淡味，油係多咗啲，配料有魚柳、蟹柳、螺片。有細蝦仁、竹輪、細蜆肉，睇到有好多餸料。呢碗係任砌任拼粉麵，38蚊，可以揀2款餸料。沙爹牛肉夠腍，但係味道偏甜味。炸雞中翼外皮香脆，肉質夠滑。米線都爽滑，湯底就味道一般。凍飲加3蚊，凍檸茶正常。總結今次嘅炒飯同埋湯粉，味道可以接受。留意返佢哋假期休息同埋冇夜市。今次最後一站嚟到觀塘康寧道，幫襯呢間新開冇耐嘅茶餐廳。地方比較細，又係食一般茶餐廳嘅食物，叫咗一個快餐試試。鮮梨例湯、冬瓜湯，味道清甜。呢個係蒜蓉豬扒飯，48蚊，賣相真係一般。豬扒份量算多。肉質夠軟腍，蒜蓉汁鹹香，出奇好味啊！有少少估唔到嘅好味。白飯就一般啦，加啲蒜蓉汁好食一啲。食飯送熱飲，凍飲加3蚊。總結呢個蒜蓉豬扒，肉腍味香，有驚喜啊！鍾意呢個頻道影片就請按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下次有新片推出就即刻收到通知。今次又食住咁多先，支持香港本地消費，多謝大家支持收睇，拜拜。